深中通道變破產通道，港人百萬心血變爛地，踢爆中山馬鞍島嘅樓市黑幕，跌足50%啊！想走都走唔甩。Hello， 歡迎翻到阿 May 嘅地產頻道。咁深中通道通車已經2年，曾經大批嘅港人想去掃貨，點解中山嘅樓價一樣陰乾式咁狂跌呢？咁而家衝入馬鞍島入邊係撈底定係做水魚？早前大半個香港娛樂圈好似約埋一齊咁，由影帝吳達華、佘詩曼，再帶住一家大細去嘅肥媽黎耀祥，紛紛咁去中山買樓。唔單止明星，好多港人都將中山視為置業首選。樂友家數據顯示，近5年港澳大灣區置業，中山以25% 佔比排第一，成為一股熱潮。不過到咗2026年，呢股熱潮咧開始有啲稍微咁轉變，咁背後好多港澳人士中伏嘅血淚史開始浮出水面啦。連登同埋 Facebook 苦主群討論啦，已經由明星效應掃貨轉向隱藏嘅風險。咁首先咧就係產權嘅陷阱，例如最近有香港買家分享買咗中山坦洲某樓盤，銷售用珠海生活圈做包裝，賣珠海嘅價錢，結果咧產權證一出，寫明係中山不動產登記中心，學區、醫療全部與珠海無關，引發大批嘅港澳買家投訴貨不對版。更慘嘅呢係爛尾同埋停工。最近轟動中山三鄉嘅前宇呢個商住樓盤，當年嘅賣點係45萬買41平，實用率係200%，仲有5證2書做保證，吸引咗幾十個港人隔山買牛。點知樓盤一拖再拖，去到2025年，發展商世光創建直接倒閉，停工兼欠薪，內部通告仲話逼近生死邊緣啊！11月被立案執行1億4千萬，原本承諾係2023年收樓，拖到2026年都係一片爛地啊！港人業主組團北上維權，喺 YouTube 頻道上面直播現場，個個都喊到一世嘅心血變水魚。仲有神灣嘅海景房今年初爆雷，幾千個港人中伏啊！樓盤停工，人去樓空，就算收得成樓，陷阱一樣恐怖。好多樓盤承諾精裝變劣質嘅甲板，名校變村校，貨不對版嘅維權案每日都有上演。更慘嘅係，就算你想止損賣樓，資金因為各種繁雜嘅手續卡住，苦主無奈咁講：樓收唔到，錢走唔到。明星效應雖然仲喺度，不過港人已經開始清醒啦。內地嘅樓市靠唔住。2026年最新嘅中指研究所數據更加證實咗呢件事係有幾兇險。今年中山樓市只喺3月份靠政策借屍還魂，短暫回暖過一下之後嘅成交量直接現真身。全市嘅一手樓每月平均只賣1500套左右，同2021年高峰期對比，成交量係暴跌超過60%，發展商自己都心知肚明啦，情願拖長週期，都唔敢大推新盤。網上好多本地經紀都講，香港客撐場只係暫時，除咗核心區，根本冇人接貨。呢個量價背離嘅虛火，連帶有資訊差嘅香港人都睇得出唔穩定啊！靠香港人撐起半邊天，咁點解樓價仲係跌成咁樣呢？因為發展商自己喺度瘋狂打劈價戰。2026年內地房天下同埋貝殼最新嘅數據講俾大家聽，市區板塊嘅價格內捲得好犀利。石岐、西區、南朗嘅二手均價跌至8834至11000一平方，就連東區嘅核心二手價只有12000到15000。最可怕嘅係近期網上曝光咗5大劈價樓盤，城區豪宅洪水一品啦，澳豐天譽、遠洋新天地呢一啲，有啲甚至暴跌50%。發展商恐慌拋售，搞到買家發現選擇太多，自然變得超級謹慎。非核心區域根本無人問津，可能仲有啲人心存僥倖咁講：樓價陰乾式咁跌，咁我買樓收租到底可唔可以翻本呢？2026年最新嘅數據講俾你聽，冇得搞。核心區例如石岐、東區嘅雅居樂、江悅、遠洋城，大概100平方嘅2房3房單位，真實嘅月租只有1800到3000蚊。我哋計一計啦，以東區二手均價11000計算，總價110萬買入，
月租當你租到2500，一年收租300蚊，表面回報率只有2.7%左右。如果扣除物業費、管理費、丟空嘅時間，淨回報隨時跌至1.5% 以下。核心區都只有1.5%。遠郊例如馬鞍島又點樣呢？空置率驚人，8000套一手樓滯銷，變成貨尾，連續幾個星期零成交，唔單止收唔到租，根本係租唔出去，分分鐘變成負資產。業內分析講，核心區仍然有少少本地上班族租客，但係非核心區根本係無人接手。喺垂城嘅效應下，租金嘅回報率接近零。喺中山買樓收租，核心區食之無味，遠郊更係一個深不見底嘅黑洞。一手樓劈價，二手樓更驚人。最新嘅貝殼數據講俾大家聽，中山嘅二手放盤量已衝6萬套左右。過去半年又多咗1萬個業主急住劈價出貨，即係每個月有超過1000人想走佬。但係買家呢，二手嘅成交量由高峰期嘅800幾套急跌到只剩第200幾套，喺量價齊跌嘅情況下蔓延，連本地人都失去咗信心，投資客同埋自住客全面轉為觀望，邊個都唔敢輕易咁做接盤客。放盤量衝到6萬套，2026年嘅二手市場真係插翼難飛啊！樂友家嘅數據反映係業主掛牌價最終成交價通常要劈15% 到20% 先有得交易。例如城區豪宅由2萬劈到1萬平方米先至有人接貨，仲未計隱藏嘅成本啦，中介費雙邊收1% 到3%，仲有契稅、所得稅呢啲稅費分分鐘食咗你5% 到10%。好多港人喺網上大吐苦水，掛盤半年冇人上門睇樓。而家嘅發展商猛推4代住宅搶客，舊二手樓更加冇人問津，計埋稅費就計埋你帳面上平手賣出，實際落袋都唔見咗幾萬，仲未計算你自己要出錢執收。喺呢個情況下，投資客真係有樓冇人接。講到好多中介吹捧嘅深中通道，就憑一條橋真係可以推高中山樓價咩？其實深中通道已經喺2024年6月正式通車，到而家差唔多2年。宣傳單張上猛吹馬鞍島半小時生活圈，但2026年嘅現實係樓價不升反跌。房天下嘅數據講俾大家聽，馬鞍島部分樓盤由高峰期33000跌到而家只剩14000一平方，直接蒸發56%，連續好多個星期甚至零成交。深圳客大批撤離，大家計算過，每月2009蚊嘅過橋費根本係吃光咗所謂嘅升幅。我哋嚟同大家計算真實嘅雙城生活數。連登同埋 FB 港人群組每日都有人投訴，甚至早晚塞車1-2個鐘，週末更加慘，跨市巴士票經常賣晒，實測有時有1個半小時先去到深圳寶安。如果自己揸車港車北上，雖然兩地牌申請費跌破2萬幾，不過每個星期嘅過橋費，再加上深圳嘅泊車費，再加上油費，輕輕鬆鬆食你2-3千。醫療養老條數更加要計清楚。香港嘅長者醫療券而家喺中山指定嘅醫院係可以用嘅，每年200蚊，上限係8000蚊。不過內地門診一次睇病都要50到150，住院報銷只有50% 到70%，仲要買博愛康補充保險，180蚊1年。表面睇似好平，香港人退休去中山安老院食宿護理雖然慳咗，不過如果遇到大問題，經常塞車，趕返香港急症就非常之麻煩。總結呢條雙程數，樓價暴跌57%，不過通勤成本隨時貴過你喺香港租樓。好多網友一針見血咁講，橋係通咗，不過產業同埋人流冇跟上。嗰啲響規劃嘅學校、公園、醫院，大部分仲喺度畫餅嘅階段，資源真係俾深圳吸走。遠郊嘅馬鞍島逐漸變成鬼城，如果冇辦法承接深圳嘅產業，分分鐘變成廣東版嘅穗城。寧買實物，不買概念，買樓都一樣，寧願攞住現金觀望，都唔好盲目跟風，攞住成百萬去買一個紙上談兵嘅概念。
俾人當住水魚一樣。既然買樓咁多坑，不過又真係好想去中山享受慢活退休，究竟應該點樣做先保險呢？答案好簡單，以租代買。我哋剛才計過，東區嘅核心地區100平方3房，月租都係2、3千。你試一下將準備買樓嘅100萬現金放喺香港銀行做定期，就算得3厘息，一年都有3萬港元，兌換人民幣啱啱好可以喺中山東區嘅豪宅一年嘅租金有餘，唔怕，唔使話爛尾風險，唔使俾管理費，唔使煩二手放盤交稅，住厭咗隨時拍拍籮柚走人，仲可以今年住東區，下一年搬去珠海。如果你真係非買不可，記住3個鐵輪，只買核心區，堅決唔買樓花同埋遠郊，眼見為實，買得入、租得出、賣得甩先至係真正嘅資產。2026年嘅中山樓市成交有虛火，不過價格陰乾式跌。無論係自住投資，買核心區以外都要小心驗樓、查清產權、計上過橋費同埋持有成本。好多真實嘅買家都講，早知就觀望，而家蝕咗都走唔甩。如果係你又點睇呢？留言區分享一下你嘅睇法，或者你係長住中山都可以講一講你哋嘅真實感受。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